第21章1到21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。和合本圣经在第29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马太福音第21章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：主要用它。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事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：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和散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和散那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合城都惊动了，说：这是谁？众人说：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以上，请本堂刘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结局已定的盼望。结局已定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妇女主日，有一群他的小孩都还很小的妇女们，就是刚才在这里带我们敬拜的。我们一起在每个礼拜2的早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更透过真理来更多认识神。在上个礼拜礼拜2的时候，我们也把这个赞美操带到朝阳公园去，在那里散播了一股很有盼望、阳光的赞美操，让人认识在这创造中还有一位主。怎么样的创造中的主呢？就是本来前几天都是下雨的，但是到了那一天早上还在下雨。但是我们一出现 ，Never give up 这个衣服一出现，是神所创造的这些妇女们一到那边跳赞美操的时候，天就亮了，天就亮了。感谢神在每个小事上都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才能在这里来敬拜他，才能透过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听我们祷告的主，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光，来照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有智慧的眼睛。透过这样你的真理，我们能够明白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引导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结局已定的盼望，看起来我们的结局好像都已经定了。我不知道你的结局会是什么，但是我看过去，是的，就如你想的，我们都同样一个目的地。那么在这个结局已定的人生，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？有的就像这个图一样，你所看到，我不知道你看到太阳花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或许你会想到一样东西，那样东西叫做香蕉，那样东西叫做太阳饼。是的，或许你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你会笑，有人在笑，因为有一个很专业的经济学博士，他把太阳花看成香蕉，所以每很多人吃香蕉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笑话。但是我相信这位台大的经济学博士，他没想到香蕉的时候，他一定很懊恼。刚为什么我的眼睛去勾掉？下面一位把这个东西看成那个东西，害很多人都在笑我。我想这就是记忆。你现在想到什么呢？这个记忆有的时候像魅影一样，在我们不知觉的当中就启动了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情忽上忽下。我们被这个记忆所影响，
但这个记忆真的是正确的吗？我记得今天是妇女主日，特别我的先生在这里。我记得在24年前，我先生的妈妈得癌症的时候，胃癌的时候，我们不敢让他知道，因为我的婆婆她从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出身，她才在55岁的时候，她才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在没有4年的当中发现了胃癌。我们众儿女们决定一件事，就是不要让她知道，因为我们那时候24年前觉得我们应该要让她不知道，不要让她担心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，有很多的记忆，就在不自主的当中就来提醒我们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人生真的有限，但在这有限的人生中，神就是透过很多的记忆，让我们来连结。就像上个礼拜小组，我们想起我们过去在我们生命中重要的长辈，我们想到他们对我们生命的这个鼓励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记忆，在他们那个时代共同的记忆，就是逾越节，共同的记忆就是驴子，就是棕树枝。从今天开始，在宗教的节期当中，棕树主日开始，到星期4、星期5受难日，我们要来纪念棕树日，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才纪念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他们就开始来纪念。今天的经文讲到，耶稣跟他的门徒要来到进耶路撒冷城。他们来到进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，叫伯法其跟伯大尼之间的橄榄山。他们要进城做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来过一个节期，叫做逾越节。在这个逾越节里面他们会想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记忆，就是他们想到过逾越节，就想到在他们的祖先曾经在那个为奴之地埃及，大家记得吗？他们在那边苦苦的受苦，跟你我一样，可能被病痛、癌症，或者是债务，或者是理想一直没有办法完成，苦苦在那边追求。可能你已经考律师好多年，你可能考技师好多年，你可能考会计师很多年，或者是你一直被一个重担给担住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也一样，他们为奴之地，他们呼求神，这位神听见他们的祷告，于是差派摩西要带领他们进入那个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那应许之地是迦南美地，是流着奶流着命的地方。可是谁会愿意有这个帮我做事的奴隶让他离开呢？埃及的法老怎么可能呢？这么好用的，在我这里为我做牛做马的，我怎么可以让他走呢？耶和华上帝就兴起10次的灾，好好的告诉这个法老说，你要放我的子民走。1次灾不肯，5次灾不肯，到第10次灾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在第10次灾的时候，凡是生物都投生的都要击杀，这是一个记号。那么属神的儿女的呢？属神的百姓呢？不用担心，有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，要为他们死，要拯救他们，杀了他，他的血要抹在他们每一户相信要拯救的，抹在门框上。这是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所有的灾难要跳过这个记号就有祝福。只要有这个记号在，神的拯救要临到这里。亲爱的大家，你有记号吗？你有这个为你赎罪羔羊的血在你的家有这个记号吗？在你的头上，在你灵里有这个记号，拯救的记号吗？如果有，我要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灾难不会临到你。如果还没有，
恳求你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在我们结局已定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目的地，你知道那是哪个？上面有十字架。我们的结局都是定的。如果你还没有，如果你的亲人在他生命里还没有这个拯救的记号，我们好不好把这个福音来分享给他？我们的家庭如果有这个逾越节的记号，那个灾祸要跳过你家，要跳过你这个人，这个祝福要找那个记号，要进入你的生命，要进入你的家，要进入你现在的困境，解救就要临到你的家。以色列人，他们最后得着拯救，这是他们每一次纪念的。于是他们来到了迦南地，我们记得吗？来到迦南地，他们没有马上成为一个国家，有士师来带领他们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叫大卫王，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也很有智慧，但是他到老的时候的婚期娶了好多妻妾，跟着这些妻妾的神就去拜，得罪了神。于是他死后，国家就分成南国跟北国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，会前读经的经文里面，就是他们其实都已经被亚述跟巴比伦都灭了，而且被人家抓去在他们的国家做奴。可是神很奇妙，这位奇妙的神，经过几年以后，居然来到什么波斯王国的时候，波斯王国他们采取是柔和的政策。好啊，你想要敬拜你们，你想要敬拜你们的上帝，好啊，让你们回去啊，让你们回去建造圣殿啊，让你们回去啊，但是也还是要听我的。今天读的以斯拉就是来到这里。再接下来呢，除了希腊之后，还有什么？波斯之后呢？波斯之后有希腊之后有什么？罗马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来到了罗马，还是掌控了这个以色列的民主。耶稣就是生长在这个时候的时期。我们看起来以色列的人民真的是哭啊，可是他们怎样？心中有盼望的。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常常看到他们的盼望从哪里？从先知书就看呐，以赛亚说耶和华曾宣告地极对西安的居民，原文说西安的女子啊，今天是妇女主日，这么巧，神就用女子的特质要来拯救，在这里已经有伏笔。你的拯救者到了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是啊，我们受苦的人常常想到神拯救我们是什么？是报应啊。以色列也是在旧约当中，他们所期待能拯救他们那个叫做弥赛亚，他们希望弥赛亚来是大有权力的，是保护。有一天我的神，我的弥赛亚要来，是要来拯救我，是要来让这些让我受苦压迫我的，我要能够10倍奉还，甚至100倍奉还。这是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来到之前，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，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君王，是大有权力，是大力量的，是咻一次你们统统倒。这是当时候旧约时代以色列对弥赛亚的期待。但是耶稣的期待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看耶稣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，来到这个橄榄山，他就打发2个他的门徒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到对面的村子去，一定会看到一匹驴子拴在那里，还有一个什么驴驹就是驴子的儿子啊，把他带来。如果有人找你们说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让你们前来。嘿，这位耶稣真是厉害！如果你是门徒，你在他旁边听到这样话，你一定一愣。哇，我的耶稣啊，真是太强，连那个驴子都要听他啊！而且怎样？只要说主要用你，他就顺服的来，连那个驴子的主人都顺服。亲爱的大家，如果你的命定，神给你每一个人都有个特别的任务，就是你这一辈子，你这个有限，你结局已定的这个人生当中，只有你才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么你愿意顺服吗？主为你说，主要用你，你愿意像这个驴驹一样
就乖乖顺服跟随吗？我相信这个驴驹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但是他就是愿意。你愿意吗？在你我结局有限，我们都不知道结局那一天什么时候，但我们只知道我们大家都共同一样，只会越来越逼近，越来越逼近，越来越近。我们结局已定了。如果我们没有盼望，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活每一个时刻。我们看到当时候耶稣的门徒就去做了，因为这些要应验先知所说的，说要对西安的居民、西安的女子啊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，有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的。在这个经文里面早就写了耶，应验了怎样？神所说的，所以耶稣要骑着驴驹来，所以是不是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呢？我相信，当这个门徒看到耶稣今天怎么这么不一样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心中有一些声音说：我的老师耶稣以前行什么神迹奇事，总是很低调，低调再低调。他每次都说不要让人家知道，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何以今天这么奇妙的事情，居然叫我们骑着驴驹要进城去？你可能不知道到当时候的情况，传道带你们回去那时候地理环境，知道吗？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有多远吗？就是从中华路49号教会到大概市政府那边。一般的人进城，太多人要朝圣，所以都是用走路的。我想你能想象吧？到士林夜市，你会开车进去吗？你一定会被骂吧，你一定会被注目。但是这个群众们一听一看，门徒说：“啊，耶稣这么低调的人，今天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，而且大家都走路，不被发现都很难呐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耶稣要让他们想起什么？早在在经文当中就已经讲：西安的民啊，你们应当大大的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你们应当欢呼。看哪，你的王要到你这里来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，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哇，这个记忆，这个常常读的圣经，这个话都浮现出来了。每一个朝圣的人就在说，是不是这个时刻？但你知道吧？罗马政府在这个重要的时刻，逾越节有着拯救的记号的这个节期，你知道有多少的警察不是警察，很像我们现在警察，布满每个地方，甚至很多的眼线。看看你们以色列人有没有在那边准备造反？所以每个人都只会起，但是他们心里想，是不是就这个时候呢？我们的主要为我们保护，就是这个时候吗？我们的压迫我们的人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反攻吗？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啊？你看，都一一应验了耶！有驴子，有什么？有驴子，也有逾越节。也有经文的应验，哇！而且耶稣你知道吗？耶稣曾经怎样？有太多的神迹奇事行在我们当中啊！你记得吗？他使我们都吃饱。你记得吗？在井边妇人出来传福音的，你记得那10个麻风吗？你记得吗？每个人心里已经在想起，是啊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一定就是这个时候，一定就是这个时候。于是他们就开始欢呼说：“何珊那，何珊那！”何珊那的原文意思是什么？除了赞美神之外，更多的是都是今嘛了，就是现在了。群众们心中记忆全部浮现，而且他们就暗示耶稣啊，就是现在，你自己讲过的啊，你自己讲过啊。就是现在呀，快点，就是现在，是不是现在呢？是不是现在呢？
从我们现在经文看，是的，耶稣是要拯救，是就是现在，但是耶稣的拯救跟群众想的不一样。群众想的是报复，耶稣想的是温柔、爱与牺牲。一个被欢呼的人，被欢迎的人，他走上这条路。耶稣也是人，走向这条苦路，他也很难。虽然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但是我甘愿。所以父在上时是要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我刚刚还讲到我的婆婆，她在信主4年后，55岁信主4年以后得到癌症，我们都不告诉她，但是2年以后非常的严重，只能去当初刚刚设立安宁病房。安宁病房其中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必须要让当事人知道。当我们透过牧师林真坤牧师到我的婆婆面前，告诉她，你得癌症，而且是末期，可能不到2个月的时间。我婆婆非常非常非常的愤怒，她说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我们后来知道，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反应。可是她更多的愤怒是，儿女们为什么不让她自己决定要不要开刀？我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能决定？我不能决定我怎么样来过我的日子，这是我们很难过的地方。但是真的神很奇妙，用他的爱，因为他已经是基督徒，他没有埋怨神。后来他说：“我要每一天过每一天好的日子。”他在安宁病房住了2个月，到有一天他觉得真的很累，他把我们召去。他说医生跟他讲，只要他打1个针，就不会再醒来，就会睡着。所以他把我们召去，一个一个唱名，一个一个祝福。特别他叫我，他说：“亚妹，我要多谢你，我要谢谢你，你照顾我。虽然你脚不方便，虽然有很小的孩子，你依然照顾我，每天刷牙，每天扶我。我很信任你，所以我没有让其他3个女儿来服侍我。你知道吗？我听到这个话，我说：主啊，赦免我，因为我在照顾她的期间，我的妈妈很为我抱不平。我的记忆中是，她有3个女儿呢。我妈妈的话，为什么不请她3个女儿来照顾她，却要叫你一个有小儿麻痹，又有一个小的孩子，又怀孕？我老二，把人的早囝死不了哟。所以我的记忆是错的。到我婆婆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说原来她是信任我，信任一个小儿麻痹随时都会跌倒的人来扶她，来服侍她。这就是一股力量。虽然我不完全，但是神用我；虽然我误会了他，但他还是用我，让我经历什么？他帮我们一一道别以后，说我可能不会再醒来，但是我会在天上见你。你知道他的笑容比我还要笑得还开。一个常常烦恼的人，他是因为信了主之后，他就有盼望。过了1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跟我们道别之后，他说：“啊，我累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我们在主里面再相见吧，相约在主里。”隔一天是礼拜天，就像现在礼拜天。到早上10点，做礼拜的时间到的时候，他居然眼睛又睁开。医生不是说这个针打了下去以后就不会醒来了吗？
你知道我婆婆的那个脸是什么脸吗？是的，就像你想的，她失望到极点。她说：“啊，哪会看到你？啊，我想讲，我要来天堂，要来看上帝安尼。”这就是结局已定的人的盼望哎。感谢主，教我一个功课，是从一个很卑微、很温柔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在这个家庭中成为一股力量，温柔坚定的力量，就像我们耶稣一样，他上十字架虽然不容易，但是他还是愿意。我不知道你的记忆中是不是有不好记忆？如果我们有不好的记忆，就像传道，像我妈妈误会我婆婆一样，我误会我婆婆一样，觉得有很多人对我很不好。那么传道要说，好不好？我们对着神的盼望跟信心跟爱，为他祷告。我们不要被那恶所胜。有人说恶有两层，如果你第一次不小心被他伤害了，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不小心被别人伤害，没有经过我们允许的时候，他伤害我们，或他的错伤害我们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第一次被伤害不是决胜负，第二次才是决胜负。恶要完全胜是要第二次，什么第二次？当你允许自己以恶报恶的时候，那么那恶者就他就真的胜。如果你第二次不喂养他，以恶报恶，传道保证你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就赢了，那恶者不会赢。因为我们常常历世历代都是这样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要说要原谅人，太不人性了，传道，你都不懂我的苦，我是真实的这么苦。是我相信你伤害的记忆非常苦，但是好不好？我们历世历代属灵的前辈都这样来教导我们，说主啊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错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慈爱来纪念我。嘿，不是只有纪念你哦，神也纪念所有凡事愿意相信的。这个恶者也是神所爱的，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好不好？我们也为这个人来，可能还不能为他祷告，但至少第一个，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；第二，如果你做得到，你常常纪念神赦免你，你也会想到，是我们祷告不是常常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吗？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你。这个爱的记号，十字架的记号，是完全正确的记忆，是可以医治我们的，是十字架上这个爱与牺牲的记号。他要让凡是相信的人，我们都能够从永生，像我婆婆一样，从那个我们要去未来的那个，才是我们真正的结局，而且那个结局是美好的。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大有盼望。你有盼望吗？如果你还没有觉得有盼望，传道要邀请你，这个礼拜五我们跟我们一起有正确地一起来回忆，一起来纪念耶稣受难这个记忆。我们需要一次一次一次走入耶稣的受难，这个受难的记号是要带来医治，带来复合，以及你人生的引导跟支持。人可能不支持你，但耶稣深深懂你，了解你，为你祷告之外，他有权柄。他不是懂你而已，你的朋友可以听你讲话，懂你而已，但他没有权柄。这一位主是有权柄，而且是对你慈爱。虽然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但是神就是定义要爱我们，要让我们从上帝国来看我们的人生。此时此刻，未来，我们一直都有盼望，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带来救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使我们大有盼望的主耶稣基督，是因为你受难，为我们死，你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跟罪、死亡没有关系。谢谢你，天天时时帮助我们，看见我们终末，看见我们未来在上帝国的那个喜乐的眼光来看现在。
主，我要恳求你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时时来仰望你，不看我们自己。主，我们只单单仰望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。谢谢主，这样祈求祷告，我们一起要用主祷文来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